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中心族语外电快讯，我是yedda。下周即将有104年度原住民族语言振兴研习计划以及第3届阿美族语言永续发展会议，朋友们都报名了吗？回到族语外电，我们也看到国外许多具有启发性且热闹的活动。为了迎接2016年第12届的太平洋艺术节，关岛办理了族语童书工作坊，邀请族人用族语写故事。他们希望在艺术节以前出版，也在艺术节当中展示。连首都阿加尼亚图书馆也加入了，将设摊展示所有的相关书籍，用族语的故事来迎接族语的歌谣表演，十分令人期待。非洲奈及利亚从美国邀请了一位专家学者，谈非洲语言在国外的发展。专家以自身在美国教书20余年的经验表示，非洲语言在美洲、欧洲重要性日增，各国都投入预算研发。他建议奈及利亚政府制定更明确的族语政策，增加族语教学预算，并且规定大学毕业生都要学习2种以上的非洲语言，增加未来的就业选项。美国犹他州、科罗拉多州及新墨西哥州的犹特族举办了犹特语的研讨会，积极寻找挽救族语的方式。他们提供了包括办理年度研讨会、恢复传统姓名及地名、蒐集传统故事、提升族语意识、设立语言巢等等。南美洲的玻利维亚则有原住民总统 Evo Morales 自2012年立法规定，政府的公务员都要学，而且要会使用印第安语。3年下来，他透过一场公开场合表扬了3000多名完成学习资格考的公务员。虽然西班牙语仍是玻利维亚最通行的语言，但是这个政策已经展现了公部门如何能有决心的挽救族语，而且能达到什么样的成效。最后，我们介绍加拿大亚伯达大学 COD 族语研究中心部落语言学家的计划。这是给会说族语且有意愿投入族语复振的耆老或部落族人参加的证书学分班，3年6门课，课程包括了语言学专业训练及复振相关技术。学生每年暑假到亚伯达大学利用1个月上2门课，3年下来便能完成学分要求，取得证书。之后呢，就可以写计划书申请经费，担任计划主持，研发新词，编纂字典等等。这项部落语言学计划既可以培养族人，又可以激励族人，是不是十分棒呢？本周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此，感谢收听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中心族语外电快讯，下回再陪你环游世界。